求圣神降临伫阮中间，特别甲今仔日敬拜赞美领诗的青年，甲苏琴、刘一鸣，以及阮圣乐队的兄弟姊妹，各属会的同工，求上帝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心中，互阮的心内有充满圣神所带互阮迄种喜乐的灵，会当伫阮侍奉的过程顶悬，用欢喜甲活命新的气力来侍奉你。也阮的兄弟姊妹享受今仔日的礼拜，主愿恭敬将今仔日的圣主日所有事情、时间、甲流程，对头到尾拢恭敬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伫阮中间，阮真欢喜今仔日准慧兄的查某囝智慧来到伫阮中间。我要恳求天父上帝，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享受祝福的礼拜。恳求主你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就进入阮的内心，成做阮的安慰甲鼓励，然后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阮会当伫今仔日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迄种平安喜乐的气力，阮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来听候圣神所带来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所圣名，阿门。
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的十架，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世来讲我，赢过世事权势，想使我活命。主我要鼓舞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远，你手术奇妙的疼痛，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我要鼓舞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远，主我要学努力，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主我打来到，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的十架，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世来讲我，赢过世事权势，想使我活命。主我要鼓舞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远，你手术奇妙的疼痛，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我要鼓舞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主我要学努力，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主我要高鼓你，主我要鼓舞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你手术奇妙的疼痛，白白
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安静下来，把心转向你，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唱歌，而是用心敬拜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荣耀归我主。荣耀归我主。
我主。荣耀归我主。互咱安静心，准备敬拜。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来吟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吟全首。永永高上帝。
请咱有缘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伊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20篇，恁着按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按耶和华唱歌，着按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一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装他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拽。伫列邦中着讲，耶和华最王，世界坚固无摇动，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迄时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了，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伊照伊信实审判万百姓。这是过来吟圣诗181首。圣诗181首，俄勒主耶和华，请坐来吟全首。
同心来祈祷。至悬至大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亲近你。阮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享受你同在的喜乐。伫敬拜中，互阮心心灵拢得到饱足。主讲，阮的身躯是圣神的殿，阮无应该讲无造就人的话。无合宜的话，拢无讲。求主帮助阮，为阮做清气的心、正直的心，互阮时刻开喙学乐上帝，时时算效你的恩典。愿在天父你的疼，你听阮永远无煞。安尼祈祷是靠主的名求，阿免。这是俄乐，俄乐请圣歌队。
强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5章第1节、第2节。第1节，迄时摩西甲以色列人唱即个歌俄勒耶和华，讲：我要唱歌俄勒耶和华，因为伊至悬至大，将马甲骑马的迄伫海中。第2节，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做大。再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6、47节。路加福音第1章46、47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讲到我灵歌唱，唱耶和华的歌，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咱同心自执伫圣殿的内底，伫这个所在，愿用敬拜来追求你。恳求你的圣神伫阮敬拜时，开阮的心门，将上帝所赏赐人平安喜乐的灵，就放伫阮的心思意念内底。恳求主的圣神大大充满伫每一个心内需要上帝平安，阮的兄弟姊妹，无论因即时坐伫什么所在，愿阮的心往你唱摇花的诗歌，伫阮学乐的时，愿所有黑暗的关系拢离开阮；伫阮学乐你的时，愿主你的圣神换新阮的心思意念，主互阮敬拜你。就做阮的利益，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教会无论囡仔，无论大人，阮会当一生唱一条诗歌，就是阮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的诗歌，来学乐天父上帝。伫你的圣殿，阮恳求主你来掌权，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在伫今仔日要甲咱分享圣经的话之前，我要做一个短短7礼拜的见证。这礼拜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足大的礼拜，因为顶礼拜六的拜六阴暗，伫要困之前，我才接到阮的委员会内底同工甲我传一寡消息，所以顶礼拜拜六暗对我来讲无好困，因为伫要做讲道者之前拜六暗。应该是我爱真安静的时间，但是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我知影讲，这种的代志毋是人甲我会当解决，所以基本上顶礼拜六阴暗，我真歹困，变来变去，心内有一个真无好的感觉，主要要安怎？但是我甲上帝祷讲，上帝，我若无困，我明仔载伫讲台顶悬，我可能会无够业精神通讲道。主你帮助我，所以后来上帝互我有困一去，伫困去了后，伫教会礼拜了后，礼拜下昼，咱食中爱餐了后，因为我真夜深，所以我就搁回头去困。困了后，搁起来开始处理这项代志。伫一礼拜的中间调集会议，甲人讨论参详、祈祷。上帝互我真大的经历，就是焦虑。兄弟姊妹，今仔日我想要甲恁做伙来分享这个，咱安怎行过焦虑的时刻？跨入英语叫做 anxiety， 这个焦虑，这个焦虑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身躯内底身躯的身体欠过某一种的血清素，但是多数拢是因为来自咱心中的不如意，心中的惊吓，甲咱心中的主张有冲突，无法度达到。
所以咱对头前的将来所发生的代志，咱感觉毋知要安怎解决，咱人生就无能为力，就会焦虑。兄弟姊妹，感谢安尼。咱的人生多数人拢会拄着即种，拄则我所讲即几种的情形。但是感谢上帝，伫礼拜下晡，当我准备一寡我的心内想法，感觉讲应该安怎处理了后，后来我就开始写批，开始写即个通知，后来就整理。上帝就互我伫拜六的阴暗，真正有完成一寡调集会议的应该的程序。后来调集会议了后，有一个结果，我就去困。迄暗半暝3点就醒起来。一般来讲，若半暝3点醒起来，对我来讲，拢是毋是好代志，因为就是伫焦虑的中间，你变来变去困袂去。但是感谢上帝，即礼拜下拜一，我困袂去，伫天光拜二的透早3点醒起来时阵，迄种的感觉是足舒服的。因为伫迄个3点外左右的时，我变来变去，但是我会记得伫我的脑海中就有2条歌一直，那亲像儿歌，妈妈咧唱给囡仔红爷仔听迄个婴儿歌，我真清楚会记得迄个歌的名，一条歌叫做《我灵歌唱》，好亲像上帝甲我讲，你爱唱圣诗，你爱唱诗歌，你爱学了《我灵歌唱》。搁第二条歌就是咱作熟的一条歌，叫做《更加甘甜》。我心感觉与主更加亲近。这2条歌伫我的梦中，一直伫我的脑海内底飘来飘去。后来我决定不要再赖床，然后就起来，准备拜一的开会。然后伫迄个中间用诗歌做我的灵修，有几啊条诗歌，就迄个时间安慰我，包括我即礼拜有传伫咱的教会的即个咱的族群中间，一条好的诗歌会当深深进入人的内心。但是真侪流行歌袂通安慰人。我毋知兄弟姊妹恁敢捌想过，迄个理由伫啥物所在？流行歌常常拢讲起人我，有无？上界夯的、上界流行的诗歌，通常拢用人的情绪做迄个诗歌中间的意境。人若永远活伫家己的我的时阵，迄个角真歹透，因为用人最重心。但是真侪圣诗最重要的就是用上帝最重心。你，我要用今仔日的诗歌，甲兄弟姊妹，咱来思考讲，我安怎对焦虑的中间来得到平静？我安怎对唱这条摇花的诗歌？摇花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歌？我会通伫我的诗歌、伫我的学乐中间来得到学乐的大开展。伫咱要领受圣神的感动，伫咱要听圣经的分享进前，我要邀请咱用祈祷来听候，也拍开咱的心门，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当阮组织伫你的面前，阮恳求主你对阮讲话，开阮的心门，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听到上帝你圣神的话。愿主你甲阮三甲之地，将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所想要听到的诗歌，放伫阮的内心，愿咱来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愿兄弟姊妹无因为牧师甲恁讲，即礼拜我的焦虑的即个经验，恁就感觉心情真沉重，毋是。今仔日的礼拜应该是一个得到讨棒、得到鼓励，找到一个咱会通为着咱的人生来得到祝福的开始。我该称之为在夜间圣灵来造访。伫我看路的时刻，上帝的圣神进伫我的梦中，伊用我所熟悉、我常常爱唱的诗歌《我灵歌唱》，用迄种的诗歌，互我伫我的焦虑的中间一摆搁一摆。主啊，我要用你唱好话，我要唱你好的心意的念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设使你若有拄着艰难困苦、看路，
无能为力，你感觉心头烦恼，你毋知要如何。愿天父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甲你相合伫地，就亲像伫即礼拜的礼拜暗，上帝进入到我的生命中间，帮助我，赏赐我能力，也赏赐我平静的心。伊将圣诗就是圣神所安慰的诗歌，放伫我的内底。所以我咧问讲，我到底要唱什么样的诗歌来度过我这种烦恼跨路的时刻？上帝给我这两条诗歌。第一条叫做我灵歌唱，你要唱一首耶和华的歌。我就想到犹太人当因伫因的民族中间拄着上大艰难的时阵，有一条足出名的诗歌，就是大卫伊的诗歌讲：我要怎样有可能坐伫巴比伦唱耶和华的歌？我阁讲一摆，大卫因的祖先捌受掠到巴比伦。伫巴比伦做奴隶，所以当遮受苦的奴隶就是大卫伊的祖先的时阵，伊有真侪路伫迄个受苦的中间，因流目屎。伊讲我若想着我的故乡，我的目屎就流，我就将我的琴，我的柳琴吊伫柳树顶，我的琴吊伫柳树顶。我的即个困着我的即个巴比伦的兵啊，就甲我踢笑。佮甲我讲，恁唱一条以色列的民谣来互阮听。伊讲，伫我流目屎的时刻，我较有可能再唱耶和华的歌。迄条诗歌英语讲，我较会当伫一个真奇怪 （strange land） 外邦，伊英语翻做一个真奇怪的情景。我较有可能伫即种真怪异，伫即种真特别，我咧唱口条的时间。来唱耶和华的诗歌，迄个阴暗，迄个天光，上帝，我想讲，什么是我应该唱的歌？那安尼耶和华的诗歌是什么？兄弟姊妹，牧师嘛要甲恁鼓励祝福。愿天父上帝互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想讲，什么是我应该唱耶和华的歌？上帝互你答案。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一条。独独属于你。今仔日咱读旧约，今仔日咱读新约，这两条诗歌拢是耶和华的歌。一条是摩西伫，咱叫做红海，就是离开埃及的时阵，来到这个红海，要行过红海，进入迄个永远的迦南地旷野，就是西奈旷野进前，遐有一条海叫做红海。无拍算，法老王不守约定。因为法老王准以色列人摩西带因离开埃及，但是当因离开埃及城的时阵，法老王马上心内就反悔，就派所有的军队要去甲以色列人定心掠倒来。所以迄个时阵是摩西甲因的以色列人徛伫红海，退无路，进无步，伫红海的中间，也毋知要怎样。上帝甲摩西讲：“你举起你的手的拐，徛伫咧红海岸边。”摩西将上帝交互伊迄个拐，伊举起来，红海迄个故事恁会记无？红海就开去。今仔咱所读的这个旧约，伫以色列人因的民族中间，甲伊称作摩西的歌，摩西的诗歌。摩西所唱耶和华的诗歌，伊讲：我心要学到上帝，伊是至关至大的上帝，是我祖先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摩西有一条诗歌，玛利亚嘛有一条诗歌。关心的上帝赏赐你有一条人生的歌，你伫迄条人生的诗歌，你写出来，你唱互你的囡仔听，你的囡仔要因为你。所唱耶和华的诗歌，因的生命得到极大的帮助。这条诗歌叫做“我心感觉更加与主更加亲近”。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更加甘甜”。愿天父上帝用这条诗歌，不但安慰我嘛，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愿我们大家，咱每一个人，咱的人生都更加甘甜。阿们吗？
愿天父上帝也收拾一条伊甲咱唱的歌，因为唱歌是一个极大无比的能力。你会记得无几礼拜前，咱有一个牧师叫做曾牧师，伊对台北来，伊甲咱讲的讲道的题目叫做啥？你了会记吗？敬拜的大能，想起来未？学了会大开力，对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伫学了中间奇妙的代志要发生。牧师要甲咱来分享讲，怎样唱耶和华的歌，怎样唱学了的诗歌，怎样伫学了的中间，咱的人生来受改变。我的外公是牧师，所以留了一寡阮的家族的故事。就是我的牧师，我的外公，迄个时代台湾真善，迄个伫台湾真欠缺，所以大小事拢靠祈祷。会友的厝生猪仔，猪若无能水通互猪仔囝食，嘛来找牧师去甲猪仔祈祷。然后鬼附身的人，嘛来找牧师去甲迄个人赶鬼。但是我会记得伫阮家族的中间，常常咧讲起做这代志进前，我的阿公甲教会兄弟姊妹一定大声唱圣诗。在座的老中级，你会记得安尼吗？咱的教会古早教会伫大小事的顶悬，拢是大声吟圣诗。伫吟诗的时阵，魔鬼就离开；伫吟诗的时阵，祈祷，迄个犯着鬼的人就得到安慰甲帮助。伫今仔日，咱有看路的时，咱虽然流目屎，咱吟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有耶稣真好，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原来每一个人拢有一条诗歌，伫你艰难的时阵，迄条诗歌会当安慰你的心。我感谢上帝，互我伫即届的暗时所梦到即个梦，是真一个真特别的梦。因为伊互我无搁再讨厌讲，谁那个半暝都醒起来，反倒当伫迄个感觉起来时，是有一种平静安稳。好亲像一个红仔听到老母伊咧唱童谣，唱迄个互囡仔会当好困的，摇啊摇，一暝大一寸，迄种的类似咱台湾人来唱的囡仔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的圣经讲互咱听。那安尼伫今仔日，无就是摩西的歌，无就是玛利亚的诗歌，愿意拢写伫恁的耳孔边。愿即条诗歌拢写伫恁的头壳遐，因为最近即礼拜我读到一句话讲，真侪基督徒伊听的圣经拢对遮听，对遮出去，对遮听，对遮出去。伊讲真少基督徒是将上帝的话留伫即个两个耳孔的中间。即句话啥物人讲？就是咱伫查经班中间的诗，我甲恁分享讲，大卫包身，即个英国牧师。伊讲，英国的基督徒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也是讲无意中的习惯，就是话留袂牢，则听出去，则听出去。真少人真认真将上帝的话留伫即个两个耳孔的中，就是你的脑海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一世人听的讲道，永远留伫咱内心的所在。愿咱所听的讲道，每一摆拢深深望着咱的内心，甲上帝讲阿门。因为你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主要伫今仔日的礼拜，请恕阮兄弟姊妹，伫阮一生中间选择一条歌，是我一生最爱唱的歌。阮的家族有咧参详，我甲陈牧师咧参详讲，当阮两人若过往的时，阮无爱办告别式，因为告别式有当时当爱做歌，做遐欢温如节。当阮若离开世间的时候，阮只要阮足亲的亲人、足亲的兄弟姊妹，安尼就好，免请教界足一牧师来翻送这个郑浩是牧师，还是陈信伟牧师。但是当这个夜晚，我咧想讲，我嘛要找一条歌是我个别礼拜我的家族、我的囡仔替我唱的。兄弟姊妹，你讲有一条歌是你要留予你的囡仔的诗歌，我灵歌唱，就是我留予我的囡仔的诗歌。兄弟姊妹，愿咱伫咱的一生中间，咱对唱上来唱歌，
互咱的歌变做上帝的歌。这就是为什么代表讲，恁就爱唱耶和华的歌，唔通唱你的歌，唔通唱你的口条啊！你爱唱耶和华的歌，你爱唱迄个救恩的歌，你爱唱迄个上帝伫你人生中间是你做袂来，但是上帝为你做的诗歌。那这有了解这个意思吗？唱耶和华的诗歌的意思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迄个歌词中间无可再干那我命苦啊，我歹命啊，人生是苦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中间，将我的歌变做耶和华的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安静。恁重新读这个故事，你去看这个出来记记。不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第15章，恁对14章开始看起，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出来记了后，并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法老王翻起烦恼，我失去遮尔大笔的几十万人的努力，安尼以后埃及的发展要安怎？这苦工啥物人要做？所以当然国王会唔愿。摩西唱一条诗歌，兄弟姊妹，摩西举伊的拐，后来摩西写伫摩西五经的中间，伊甲这个上帝，这个伊的手中的拐，甲伊号一个名叫做。手举上帝的拐，那这我阁讲一摆。咱人生中间上帝互你的文书、财政、能力、财产、婚姻、家庭、产业，这总是你手中的拐。但是摩西讲，当我甲上帝见面了后，这个拐变做什么？变做上帝的拐。向这你愿意？互上帝改变你的人生的财政甲运势嘛？你愿意对今仔日开始，你的人生毋是我靠你的能力，毋是我靠你的思想，毋是我靠你的财政，乃是因为你我靠祈祷。当你伫祈祷的中间，上帝拐伫祈祷的中间举起，红海为你来开。你伫你的心来讲，主，我相信。当我遇到困难，红海要为我敞开。你有这种信心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在咱的人生的中间，愈是咱做袂来，愈是爱安那祈祷。牧师甲咱讲做一摆，愈是咱做袂来，愈是爱来到上帝的手；愈是咱做袂来，咱愈是爱举起祈祷的手，互上帝的管。因为上帝管代表一个记号，甚至伫咧宇宙的万物，红海嘛会看见上帝的管，红海就分开。你讲汉古这种代志，较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无可能？伫信的人凡事拢有可能，伫无信的人凡事拢无可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互一个查某囡仔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伊讲今仔日主为着我成就了大事，兄弟姊妹，恁读玛利亚，伊的玛利亚颂、圣母颂，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心中圣经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互圣经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玛利亚伊的诗歌内底上重要一句话叫做：“我心尊主最大。”兄弟姊妹，咱做伙坐伫你的椅仔顶，你将你的手放伫椅头顶悬，好无？牧师徛伫讲台顶，牧师放伫讲台，咱做伙讲，祝愿这间教会尊主最大。兄弟姊妹，愿咱做伙坐伫这个礼拜堂，咱甲这间教会高兴到上帝讲，祝愿这间教会亲就阮的信仰的老母玛利亚，阮的心尊主最大。愿天父上帝伫恁的人生中间，互咱拢经历着玛利亚，当伊尊主最大的时，伊的一生怎样享受对天人来的荣耀。愿主甲咱撒较地地，互咱了解。今仔日我要教咱两个祈祷。第一，我灵歌唱。兄弟姊妹，选择一条歌。如果你若是袂晓写歌的人，你选择一条你上爱的诗歌。常常唱，我灵歌唱，我灵歌唱。你透早灵修的唱，
伫你咧行暗路的时阵唱，伫你要困之前唱。找一首诗歌是你一生中间唔免看，你就要背的诗歌。为什么咱的教会到今摆要去用古圣诗？因为古圣诗有真侪阿公阿嬷的感情。因为古圣诗有咱一个阿嬷叫做庄水，伊逐礼拜若来，即摆差不多拢坐伫本日张老娘的迄个位。伊毋捌汉字，但是因为伊进入教会了后，伫教会上主日有学着白话字，所以圣经圣诗拢是白话字。我几乎会当相信，庄水阿嬷逐首的圣诗拢背起来，真奇怪，靠有遐尼大的记忆能力。伊差不多逐首的圣诗拢背起来。伊若暗暝前若在意来到教会坐咧，伊就伫遐难念安尼，一直念，咧念圣诗。所以兄弟姊妹，第一牧师要鼓励咱，你要有一条你的信仰的歌，叫做《我灵歌唱》。迄条歌无一定是即摆咱流行的，真正即个伫 YouTube 顶管内底咧放迄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人拢唱一首摇花的歌。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什么叫做摇花的歌？摇花的歌就是变做我，变做摇花，咱变做上帝。摇花的诗歌意思是讲，伫我的人生中间有摇花，伫我的人生中间，上帝为了我做了什么种的事？伫我人生中间，上帝为着我做了什么种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摇花的诗歌带有救恩，摇花的诗歌带有伊的权柄。所以我拄则甲咱讲，我的阿公咧赶几个死，伊若带中级去到一个会友的厝，伫遐要做即种的洁净的工作真正，遐中级一定吟诗，大声吟诗，所有兄弟姊妹参与的人拢大声吟圣诗。魔鬼挡袂牢基督徒的恶路，魔鬼伫恶路上帝的环境的中间，魔鬼会挡袂牢，魔鬼就离开。所以兄弟姊妹，摇花的诗歌有救恩，摇花的诗歌有平安。当你吟摇花的诗歌，当你吟诗学到上帝时，迄个安静平静就会入你的内心。愿天父上帝，互咱经历到这种的经历，毋是干那曾牧师的经历，毋是干那过去的人经历，是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经历到这个活跳跳的上帝。愿这个上帝，互咱智慧唱这条诗歌，讲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兄弟姊妹，上少要有一条诗歌。你唔免看谱，你唔免看歌词，你有才调唱出来，而且迄条诗歌是按上帝所唱。你抬头挺胸上，我灵歌唱。兄弟姊妹，愿你伫快乐的时阵安尼唱，愿咱伫忧伤的时嘛是安尼唱。伫咱吟这条诗歌的时阵，亲像摩西的管就歌句，当咱讲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上帝将迄个拍角的路，以赏赐智慧、赏赐策略、赏赐能力，互咱知影怎样做。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伫恶路的中间，经历着上帝掌权。第二，经历着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成就美妙的大事。伫恶路的时，上帝要为着咱成就美妙的大事，阿门嘛。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要甲咱讲的第一个祈祷。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摩西伫红海的面前，举手祈祷，伊的管举悬，红海有着伊开。所有的几十万的以色列人行过迄个红海，过到迄边，摩西对上后壁，当所有人拢过去了，摩西手管放落来，红海合起来。较有即种可能的代志，除了电影，除了小说，
除了圣经。或者你相信这个故事有可能伫你的人生，成做你的故事吗？相信的人就会得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听摩西安怎讲。伊讲：我要唱这个歌来学了我的耶和华，我的上帝。我要唱这个歌学了耶和华，我要唱歌学了耶和华，因为伊至权至大。咱的歌词，耶和华的歌就是这个歌。耶和华是我的快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会记得这条诗歌吗？耶和华，我的力量，有无？所以兄弟姊妹，无说嘛无在条，逐条歌拢记起来。但是，当咱需要的时阵，天使会将这个诗歌赞咱的胆，扶咱的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着这条诗歌，摩西安尼讲，伊讲。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落伊，我要永远尊重伊最大。牧师拄则甲咱提醒讲，你双手放落来，咱做伙为着这间教会，咱换手伫这个椅仔顶，主啊，这间教会求你掌管，愿将这间教会交互你，愿这间教会是尊重你的教会，将来坐伫这个椅仔顶，阮的后代的兄弟姊妹，有一日当阮离开。这个教会永永远远，要成做上帝你的施恩宝座，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咱的心若尊主最大，来听玛利亚怎样安尼讲，甲背起来。你会当学玛利亚，用玛利亚的祈祷，用玛利亚的伊的心内祈祷的这个祈祷词，做你的祈祷。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耶和华上帝来欢喜。兄弟姊妹，甲背起来。当你唔知要安怎祈祷，当你打电话找牧师，牧师关静音电话无甲你回，你用这个伫遐祈祷，因为上帝听你的祈祷，比赢过听牧师为你的代祷。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所有兄弟姊妹。恁的一生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快乐。愿天父上帝亲自施恩予咱，无一个人例外。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二个祈祷，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亲近，我心感觉与主更加亲近。迄个歌词是更加亲近，但是伊的歌名叫做《我心感觉与主更加甘甜》。兄弟姊妹。何牧师邀请恁伫这条诗歌的内底建立恁祈祷的习惯，享受。你要安怎感觉上帝是甲你做伙？你要安怎感觉上帝是甲你真亲近？伫早经的时阵，兄弟姊妹，恁有听到牧师甲恁念一条我真爱的一个教宗伊所写少年时写迄个祷告词，你会记无？迄条伊写迄个散文的诗的名叫做。隐而未现上帝之歌，英语是安尼翻出来，台语啦吼，翻出来中文叫做隐而未现的上帝之歌。之歌的意思就是讲，我学了迄个看袂到的隐而未现的上帝。一个少年的一个大学生，伊伫伊拄着战乱的中间，感觉伊的国家无望望，有真多惊吓。这个人叫做 Carlos Valentino 这个人。这人就是后来的前教宗。你若有入去牧师馆，你有看到牧师馆，牧师有一张介要做翕迄张相，伊的名后来伫天主教中间，伊少年的时阵，爸母号的名无搁再用，因为当一个人若做教宗了后，伊伫教会就放弃伊爸母号伊的名，伊换一个新的名，就是上帝予伊新的名，叫做约翰保禄2世。所以兄弟姊妹，咱嘛拢有一个新的名，咱无做教宗，但是咱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做基督徒。兄弟姊妹，抬头挺胸，更加与神亲近。咱亲近主，咱就有光；咱亲近主，咱就有清气；咱亲近主，咱就有平安。你相信吗？咱亲近主，咱的生命就无搁再有黑暗，因为行往光，愈近光，咱就愈无黑暗。
加恩光咱的心，就愈热情，因为上帝就是能力，就是火。加恩光，咱就要为上帝所赏赐咱迄个平安。愿伫今仔这个礼拜所听遐的姊妹，咱举手祈祷宣告，所有的焦虑离过我的一生。遐的姊妹，我相信安尼宣告，并无当真正你的一生拢无焦虑啦。但是你爱常常举手，当你拄着焦虑的时阵，一摆搁一摆，来领受上帝从迄个看路，甲你摕掉。求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咱了解俄勒会怎样改变你的生命。俄勒会互咱亲近上帝。你哪吟诗的时阵，你哪吟诗的时阵，你哪吟诗的时阵，你的生命中间就哪安静。牧师甲恁分享一条诗歌，恁有的人有享受到，有的人也毋知迄叫做啥物歌。恁会记得牧师甲恁分享一条歌，叫做《Kyrie Song》有无？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Kyrie 就是主 ，Eleison 就是怜悯我。咱的古早的基督徒，咱的老前辈，因伫无法度祈祷的时阵，才发现一项代志。当我连草草连安怎祈祷都想无啊！我跪落来时阵，只有发一个主啊救我，迄个话就是安尼。Kyrie 上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兄弟姊妹，你会当将这条诗歌找真侪无共款的旋律的版本，迄个 YouTube， 你甲伊登录下来，留作你的最爱。无论你开车，无论你什么时阵感觉无能为力的时阵，甲点落，一摆直直听，直直听，直直听。愿天父上帝圣神伫咱亲近伊的时，黑暗离开，圣神同在。阿门嘛。所听的姊妹，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今仔咱毋是听讲道，今仔日咱是做决志，咱做决志。我决志，我要相信讲，当我学落的时候，我会拿亲近上帝。当我学落的时阵，所有的黑暗要离开我。当我那学落的时阵，我的生命要充满愈侪清气的念头、正面的思想，主要帮助我。因为伫学落的时，我要听到上帝圣神回应我的话，伊要甲我讲。所以圣经中间有真侪诗篇内底，拢咧讲起人怎样伫跨路的中间来找上帝，人怎样伫跨路的中间哀歌变乐歌，苦楚变喜乐，忧愁变欢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亲爱的姊妹，这是应允。话咱伫主的面前，咱就亲像这条诗歌。牧师我甲恁讲过一个写这条圣诗篇的70诗篇的这个作者叫做亚萨。亚萨讲：主啊，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恁会记牧师我讲到甲恁讲到这个故事无？亚萨真正伫伊的诗篇77篇第7节，伊讲：主啊，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伊伫前后我几啊摆。伊讲着3摆，难道意思讲检采，你嘛无爱我嘛？伊讲我伫暗时流目屎唱的诗歌，我的诗歌，我伫迄个中间讲，上帝敢袂记得怜悯我嘛？所以兄弟姊妹，无上帝讲，互你的哀歌，互你的忧伤的歌，变做摇花的歌。兄弟姊妹，当你若愿意唱摇花的歌，你的生命会脱胎换骨，不只是焦虑离开，你的心思意念会干干净净，会充满了荣耀、尊贵、圣洁。兄弟姊妹，我讲这3项不是形容词，荣耀、尊贵、圣洁。一个唱摇花的人，伊的念头是尊贵的，是清气的，是圣洁的。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每一个人，咱无搁再讲啊！我坐伫巴比伦河边，我若想到锡安，我就流目屎。我无爱搁再唱阮的民谣，我无爱搁弹吉他。伊讲我已经无能力啊！我无能力通唱摇花的歌，这个代志
翻迄个我真正毋知台语为虾米安尼翻呐。我台语讲太多的，岂能吗？岂可？我减过话啊嘛，但是古早人的这个厦门音的圣经翻译，巴克里牧师伊翻太多的，太多的，就是我已经袂当啊！我找无正确的汉字，通好配对，安怎来写即句话？古早人所讲的话，遐尼水，我减有能力，通个唱俄罗的歌嘛？也这 ，never say impossible。唔通讲无可能，愿天父上帝圣神将迄个喜乐的灵放伫咱的人生中间，用摇花唱歌，用摇花举起咱的手中的管，因为摇花是咱的快乐，摇花是咱的诗歌，咱要尊伊做冠。愿咱将咱的生命献做活祭，用咱的生命学乐敬拜上帝，这是主所欢喜，是清气圣洁的。咱安尼敬拜，咱安尼敬拜是理所当然。这句话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罗马书12章第1节是理所当然的服事。伊用中文翻译原本是翻译做“恁安尼服侍我”，但是迄个字的原文会当翻译做“恁安尼敬拜我”，是理所当然的，是我所欢喜的。愿天父上帝。甲到咱今仔日的礼拜，伊予牧师快乐，伊嘛予兄弟姊妹恁快乐。搁较要紧，予咱的囡仔伫今仔日的礼拜学到一个将来有智慧、有能力，通面对焦虑的勇气。也在今仔日的礼拜，就甲恁囡仔参详，甲你的囡仔参详。搁一摆讨论恁今仔所听到恁的感动。甲你个囡仔讨论讲，将来若拄着人生的中间，我拄着迄种的焦虑的时阵，天安尼亲像迄个厝顶风台吹过，所有的遐拢落落来，放一边。也这甲你的囡仔参详，当咱拄着焦虑的时，来应该安怎？关今仔日的圣经甲牧师分享，都互兄弟姊妹，伊讲。我所有的代志拢交予上帝，我先尊主最大。我的上帝要为着我负责任，我的灵要因为救我、拯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快乐。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上帝圣神将恁的焦虑吹除，赶走所有你心中的焦虑。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圣神，求你除去我心中所有的骄傲，恩怨分化开。亲像阮的主耶稣对伊的学生分化开。亲爱圣神，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恩怨分化开，互阮活跳跳，互阮有喜乐，互阮有踏实，互阮有平安。感谢阿罗你，我们敬拜你。高举你，甲阮一生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安尼恳求，阿门。
这只是来吟圣诗225首，愿被上帝即时降临，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亲爱的姊妹，咱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祝祷，咱互相的代祷，愿主的听充满伫咱的生命中。咱的心中，你相拥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转想到阮中间有人心内有焦虑、有不安、无快乐，转若想到因，阮恳求主你当阮念这条诗歌的时，你将你的疼来充满伫因的心神，甲因的身躯。无论是伫病院、住院，无论是出院咧恢复，无论是年长无方便。到礼拜堂做礼拜，无论是伫最近拄着经济、拄着工作、拄着家庭的问题，心内有看路的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最后所用你的医治、用你的疼来充满因的人生、因的家庭、因的内心，祝福因，因为主你的疼就大大有气力。主你的疼，毋是一种的感觉，你的疼就是对天人来极大的气力。当阮念这首诗歌的时，愿你的圣神运行，将你的疼放伫阮的中间。因为独独你的疼充满阮的时阵，阮才有真正的自由，会通彼此相疼。主亲像圣经甲阮讲，阮若彼此相疼，人就知阮就是你的学生。主耶稣，愿阮伫教会所吟这条诗歌，耶稣听你，毋是一个礼拜定时中间的一个仪式，是对阮心中最深、互相祝福的祈祷。愿你对天人听见的时，就将主你的慈爱运行伫每一个欠缺的人的生命中。转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主你照顾阮的阮家庭的时代，阮的长辈，互因伫每一天拢得到上帝你的帮助。转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照顾阮出外的青年，无论怡轩、爱玲、恩君、玉君，主你照顾这出外的青年，保守因伫外地的生活。就亲像今日圣经讲，伫外邦唱耶和华的诗歌，主你将你的圣神放伫因的内心。互因享受上帝你以马内利的气力，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特别来欢迎智慧吼，就是准辉兄的查某囝，今仔日专工对高雄来甲咱遮做礼拜吼，咱智慧兄的查某囝。伊甲我讲，伊翘倒摆来做礼拜。我行一条，我想讲对高雄翘倒摆来到遮哦。原来就是即卖有一个真方便的方法，就是讲你坐高铁到高铁站，你咱伫高铁会当坐车坐倒摆吼。真欢喜智慧，今仔日来昨暗甲我讲，伊要来做礼拜吼。咱伫做会厅内底欢迎伊吼。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今仔日的生日，小经做伫国外吼，咱来做伙为生日的人，敢有人今仔即礼拜生日无写着你的名？
咱做伙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着宣恩，为着赎经者，为着新恩，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伫因的生日的时，愿主你对天人，利用你的油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会当担着主你恩典的滋味，是饱足的，是甘甜的。主愿你保守因伫过来一年，互因伫每一天拢敬畏。谦卑，甲出你相同行，互因伫甲你同行的过程顶悬享受着以马内利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的祝福。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咱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地点伫教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早起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光服侍，下礼拜诗会，请黄坚长老。领诗请众生长老，司琴请刘义民兄弟，书献交代刘医生甲林安路两位执事，爱餐请苏晶姐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领修。基体交通第一，下礼拜日有圣餐，请预备心。主日爱餐后召开8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二，本年度的野外礼拜将伫8月17台南新航医举行，机会难得，为安排交通、保险甲餐点，请紧报名。请为以下生日的兄姐来台岛。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甲过加更正。台岛书房第一为心身欠安的兄姐，甲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台岛。第二为教会青年心身灵课业升学考试台岛。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台岛。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林宇轩。庄爱玲、陈恩金、刘玉君台岛，这是咱来吟常用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请牧师接导，请起立吟全诗。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